偷唔到呢一場系列賽會好難。CBA 季後賽8強戰第一場，廣東隊作客不敵北京，大比分落後0-1。廣東隊咧基本上已經盡晒力，輸係實力所致。全場戰術部署上，廣東隊應該係想通過自己打多3場，對比賽感覺熟悉，開局係用雙小外嚟衝擊北京隊嘅內線，提前積累一啲對方嘅犯規。第一節確實亦都已經將周琦同麥基打到兩犯。喺蘇寧加上場嘅時段，製造大量高位掩護，為持球人創造錯位，積極拼搶進攻籃板，全場搶咗14個，彌補咗一啲內線嘅不足。多次高位嘅傳多一手，加速球嘅轉移。而喺防守端，盡力阻止對方擋拆嘅發生，內線提前去頂中鋒，逼到麥基都要罰球線持球攻。只不過麥基一步等於蘇寧加2步，佢跑起身確實擋唔住，加埋對北京隊持球人高位施壓，令到北京隊要用3後衛。咁場上就5個人，用多一個後衛就少一個高佬，對廣東隊有利。呢啲確實亦都令到北京隊嘅進攻發起受到影響，經常要用好長時間去閱讀廣東隊嘅防守企位。廣東隊主教練杜鋒呢一點睇得好準。雖然北京隊賽前話準備充分，但到真正比賽嗰陣都仲係要穩狀態嘅。呢啲策略廣東隊執行得都好好，除咗拿高斯域上場嘅1分53秒。1攻1防，杜指導睇到問題，馬上止損。仲有焦博喬上場嘅2分10秒，明顯不在狀態。其餘從策略到戰術制定執行係好高質量嘅一場比賽。如果話3分仲可以提高，32.4%嘅3分命中率，對於呢個賽季嘅廣東隊嚟講，算係中規中矩。單場命中11個3分，亦都屬於中上，或者仲可以好啲。如果話失誤再減少，單場7次失誤已經係賽季最低。如果再少，除非北京打得仲衰過天津同寧波。呢個就係之前我哋視頻所講嘅廣東隊嘅容錯率係更低。反觀北京喺投射端嘅手感保持得好好，55.2%嘅3分命中率比元旦大戰仲要高，係賽季第2高。罰球83.3%，賽季前10。但係咁樣嘅數據背後，係北京隊喺自身配合仲可以有提升空間，好多嘅選擇係略顯隨意。佢哋幾乎都係2人配合，大範圍戰術唔多，但唔緊要，佢哋有足夠嘅護框尺寸，完全可以用2分波係咁捱到3分有手感。因為廣東隊總會收縮，留到大量外線出手嘅空位。第3節最後4分半鐘，北京打咗一波16-4。就係麥基喺內線無人能防開始，曾凡博、威廉士喺外線頂住防守球員射中3分，內線嘅護框優勢可以令到外線出手信心大到可以唔講道理。差距越打越明顯，廣東隊幾乎用晒所有方法，偷唔到呢一場系列賽會好難。北京進一步了解咗廣東隊，亦都養出咗狀態。下一場廣東隊要贏，唯有睇3分線外嘅運氣啦。